冇試過指甲上面無啦啦多咗啲白色點點，或者一到冬天嘴角就乾到裂開，甚至夜晚瞓覺小腿會突然抽筋，抽到痛醒。好多人遇到呢啲小毛病，都會覺得只係最近太攰，天氣太乾燥，甚至覺得係所謂嘅熱氣，飲兩杯涼茶就算數。但係你又知唔知呢啲看似微不足道嘅身體反應，其實分分鐘係你個身體響緊警號，直接話緊俾你聽，你嚴重缺乏某啲維持生命必須嘅維他命同礦物質。究竟我哋身體會出現邊啲千奇百怪嘅症狀，去警告我哋營養不良，而背後又隱藏住咩嚴重嘅健康危機？我哋又可以點樣對症下藥，補充翻啱嘅營養呢？歡迎大家嚟到 Medical Inspire 醫思維頻道，我哋會定期為大家深度拆解健康知識。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好多人會話，我明明一日食足3餐，有時仲食埋宵夜，點會營養不良啊？其實食得飽同食得夠營養，完全係兩回事。我哋之所以會缺乏營養，主要有3個好大嘅原因。第一個原因係我哋嘅腸胃已經受損，出現咗醫學上所講嘅吸收不良問題。你要知道，消化系統就好似一道防線同過濾網，即使你每日食幾多山珍海味，幾多名貴嘅營養補充品落肚，如果腸道屏障功能衰退，營養根本入唔到血管，又或者你嘅膽囊有問題，甚至因為某啲病已經切除咗膽囊，導致膽汁分泌嚴重不足。膽汁嘅作用係用嚟分解脂肪，如果冇膽汁，你個身體就冇辦法消化同吸收嗰啲必須依靠脂肪去運載嘅脂溶性維他命，即係維他命 A、維他命 D、維他命 E 同維他命 K。冇咗呢幾樣嘢，身體就會出現好多發炎反應。第二個原因就係你食嘅食物本身已經冇乜營養價值。你可能會諗，我日日食新鮮蔬菜水果，點會冇營養？殘酷嘅現實係，現代農業為咗追求產量，好多時都係用一啲已經流失晒微量元素同養分嘅泥土去種植。嚴格嚟講，嗰啲只係一堆冇生命嘅泥沙，而唔係真正肥沃嘅土壤。喺呢啲環境種出嚟嘅農作物，不過殼靚。你可能會喺街市買到一個又紅又大、外表完美嘅番茄，但係切開食落完全冇番茄味。點解會咁呢？因為食物入面嘅天然風味、化學物質，正正係同佢嘅營養密度掛鈎而。農夫好多時只係追求農作物嘅重量同體積，用嚟賣個好價錢，搞到我哋食落肚嘅蔬菜，其實只係一堆冇靈魂，亦都冇營養嘅纖維。當你個身體吸收唔夠真正嘅營養，大腦就會發出錯誤嘅飢餓信號，令你更加想食一啲濃味嘅垃圾食物，好似薯片或者其他加工食品咁，去滿足口腹之欲。第三個原因，亦都係現代人最常見嘅死穴，就係我哋日常食得太多精製食物同糖分。好多人以為食甜品最多都係肥，其實呢啲垃圾食物唔單止本身冇任何營養價值，佢哋仲會喺消化同代謝嘅過程入面，反過嚟消耗同抽乾你身體入面一早儲存緊嘅維他命同礦物質。可以咁講，精製糖同碳水化合物就係你身體營養嘅吸血鬼。你食得越多，身體就越虛弱。講完原因，我哋而家就逐一拆解23個身體發出嘅營養缺乏警號。第一樣要講嘅係指甲上面出現嘅白色斑點。好多人以為呢啲白點係因為撞親或者缺鈣，其實呢個係缺乏鋅嘅經典症狀。但係講得深入啲，與其話係缺鋅，不如話係你食得太多糖。當你食大量糖分或者精製碳水化合物嘅時候，身體需要消耗大量嘅鋅去代謝呢啲糖。如果你望下自己嘅指甲，發現中間位置有一點白色，咁可能反映緊你大約3個月前曾經瘋狂食過甜品，例如喺生日派對度食咗1成個蛋糕，結果搞到身體嘅鋅被急速抽乾。解決方法好簡單，一係你就戒糖，一係你就乖乖地補充翻鋅。第二個常見症狀係皮膚異常泛油，
面部或者頭皮成日出油，主要係因為身體嘅皮脂腺分泌過剩，製造出太多皮脂。呢個情況通常代表你身體入面嘅雄性激素失去平衡，分泌得太多。新精精就係調節雄性激素嘅關鍵微量元素，所以如果你想改善面油多嘅問題，補充鋅係非常有效嘅方法。如果你係女仔，但係有雄性激素過高同面油多嘅問題，好大機會係患上多囊卵巢綜合症。根源係你食太多碳水化合物，搞到胰島素過高，高糖分又會消耗鋅，令雄性激素更加失控，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所以控制血糖同補鋅係解決皮膚泛油嘅不二法門。第三個症狀就係好多人冬天都會遇到嘅嘴角爆裂或者腳踭龜裂。呢種情況醫學上反映緊你缺乏維他命 B2 或者維他命 B3。B 族維他命對維持皮膚完整性同防止出現微小裂縫起住決定性嘅作用。有趣嘅係，點解冬天特別容易出現呢個情況呢？原來同曬太陽有關。冬天我哋少咗接觸陽光，導致身體缺乏維他命 D。維他命 D 其實係用嚟餵養腸道入面嘅益生菌，而呢啲微生態細菌正正就係負責製造 B 族維他命嘅大功臣。所以缺乏維他命 D 就會連帶缺乏維他命 B， 最終搞到嘴角或者腳踭爆裂。想解決呢個問題，你可以選擇食營養酵母，補充維他命 B2， 或者直接補充維他命 D2。第四個皮膚警號係甩皮，特別係鼻翼兩側或者額頭位置出現鱗片狀嘅皮屑。呢個唔係普通乾燥咁簡單，而係代表你身體缺乏奧米加3脂肪酸。點解會缺呢？通常係因為你飲食入面攝取咗過量嘅奧米加6脂肪酸，人體冇辦法自己製造呢兩種必需脂肪酸，必須靠飲食攝取。但係現代人經常出街食飯、食炸嘢、食花生醬、食雞肉，甚至大量使用粟米油、大豆油等植物油。呢啲全部都含有極高嘅奧米加6，當奧米加6比例太高，就會抑制奧米加3嘅吸收，令皮膚變得乾燥同容易起白屑。你要做嘅就係減少食高奧米加6嘅食物，同埋食多啲深海魚、沙甸魚或者直接食鱈魚肝油。呢個係最快見效嘅方法。第五個症狀比較嚴重，就係眼白變黃。呢個係黃疸嘅跡象，顯示你嘅肝臟或者膽囊出現咗問題。當紅血球被分解之後，會產生一種黃色嘅副產品，正常情況下會經肝臟同膽囊排出體外。但係如果你身體缺乏膽鹽，膽固醇就會變得濃稠，形成淤泥咁阻塞住膽管，結果呢啲黃色副產品排唔走，唯有倒流翻入血液，最後反映喺你嘅眼白同皮膚上面。要解決呢種輕微嘅膽管阻塞，服用純化膽鹽係一個簡單有效嘅方法，可以幫你疏通管道，等身體順利排走廢物。第六個估你唔到嘅症狀係慢性咳嗽。如果你冇感冒，但係又咳個不停，尤其係夜晚咳得特別厲害，呢個好大機會係缺鈣嘅表現。鈣質唔單止對骨骼好，仲可以提升免疫系統功能。更重要嘅係，佢可以放鬆喉嚨同喉部嘅肌肉，就等於你小腿抽筋要補鈣一樣。慢性咳嗽好多時係因為喉部肌肉痙攣或者繃緊，建議臨瞓前補充大約200毫克嘅乳酸鈣，而唔係碳酸鈣。你會發現鎮咳嘅效果好神奇。第七個警號係刷牙、流牙血或者牙肉紅腫。呢個絕對係缺乏維他命 C 嘅經典表現，可以話係一種非常輕微嘅壞血病。維他命 C 複合體入面包含咗生物類黃酮，以前叫做維他命 P， 負責維持微絲血管嘅通透性。當你唔夠呢啲營養，微絲血管就會變得脆弱同容易滲漏，導致流牙血甚至流鼻血。想改善呢個問題，你要食多啲深綠色葉菜。最重要嘅一點係一定要戒糖，
因為糖嘅化學結構同維他命 C 非常相似。如果血液入面有太多糖，身體會優先吸收糖分而拒絕維他命 C。即係話，只要你食甜嘢，食幾多維他命 C 補充劑都係嘥氣。第8個症狀係夜視能力差，即係所謂嘅夜盲症。如果你一到夜晚或者落雨揸車就覺得睇嘢好模糊，咁你肯定係缺乏維他命 A。好多人以為食多啲紅蘿蔔或者植物性嘅胡蘿蔔素就可以補眼，其實呢啲只係維他命 A 嘅前驅物。身體要將佢哋轉化為活躍形態嘅視黃醇係非常困難嘅。真正可以俾人體直接利用嘅視黃醇，通常嚟自動物性食物，例如全脂奶製品、牛油、深海魚、鱈魚、乾油同埋牛肝。最簡單直接嘅來源就係食蛋黃。只要你食夠蛋黃，吸收充足嘅視黃醇，夜視能力自然會改善。另外，如果你膽囊功能唔好，都會影響吸收維他命 A 呢種脂溶性維他命。第9個煩惱係嘴唇乾裂。其實嘴唇乾裂同嘴角爆裂嘅成因，好似都係因為缺乏維他命 B2。好多時係因為我哋食得太多精製穀物。本來穀物入面含有豐富嘅 B 族維他命，但係經過精製加工之後，營養已經流失晒。當你食呢啲精製澱粉，身體又要消耗額外嘅維他命 B 去消化佢哋，結果搞到入不敷支。如果你成日搽潤唇膏都係治標唔治本，甚至有啲潤唇膏含有酒精或者礦物油成分，會進一步抽乾嘴唇嘅水分。最治本嘅做法係停食精製穀物，同埋服用未經強化嘅營養酵母，補充完整嘅 B 族維他命光譜，令皮膚組織重新變得柔軟。第10個症狀係凹陷性水腫，特別係出現喺腳面或者腳踝位置。如果你用手指撳落去小腿或者腳眼，啲肉凹咗落去，冇即時彈翻上嚟，留低一個印，呢個就係缺鉀嘅警號。當你身體嘅鈉鉀比例失衡，即係鈉太多而鉀太少嘅時候，身體就會積聚水分、精製糖分，會令身體保留鈉而排走鉀。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血糖高嘅人對腳會腫得咁緊要。想排走水分，唔係少飲水，而係要食大量富含鉀嘅食物，例如超大份嘅蔬菜沙律，或者攝取優質嘅高鉀電解質，水腫好快就會退。第11個非常奇特嘅症狀係對冰塊有強烈嘅渴求。如果你無啦啦好想咬冰，10居其9係代表你貧血或者缺乏鐵質。呢個情況經常出現喺發育緊嘅小朋友，或者經歷緊月經、流失大量血液嘅女性身上。身體缺鐵，大腦會發出奇怪嘅信號，令你想食冰。但可悲嘅係，冰入面根本冇鐵質，食完只會繼續缺鐵。補充鐵質最好嘅方法，唔係去食普通嘅鐵丸，而係進食紅肉、動物肝臟或者雞蛋。如果真係要食補充劑，草飼牛肝提取物或者牛皮提取物會係最好嘅選擇，因為入面含有極豐富又容易吸收嘅血紅素鐵。第12個症狀係心絞痛，即係胸口感覺到痛楚，有時痛感仲會蔓延到左手手臂。呢種心臟肌肉痙攣嘅情況，其實同缺乏維他命 E 有莫大關係。維他命 E 最重要嘅作用係保護血管內壁免受氧化。點解現代人會缺維他命 E 呢？罪魁禍首又係精製穀物，例如麵包、意粉同餅乾。麵粉喺漂白嘅過程入面會用到氯氣，呢個氧化過程會將小麥原本含有嘅維他命 E 徹底破壞。當血管內壁失去維他命 E 保護，就容易生鏽氧化，形成血塊同鈣化阻塞。想保護心臟，第一步係戒食精製澱粉，第二步係補充生肉、三烯酚形態嘅維他命 E， 佢嘅抗氧化能力比一般嘅生肉酚強大50倍，對預防心絞痛非常有幫助。第13個問題係小腿抽筋，半夜3更小腿突然抽筋，痛到叫救命。最常見嘅原因就係缺乏鎂。
鎂喺邊度揾到呢？其實佢係葉綠素嘅核心元素。只要你食多啲綠色植物同大份嘅沙律，就可以同時吸收到豐富嘅鎂同鉀。雖然缺鉀、缺鈉或者缺維他命 B1 都有可能導致抽筋，但缺乏鎂絕對係最普遍嘅元兇。如果你補充足夠嘅鎂，小腿抽筋嘅問題通常好快就會消失。第14個症狀同情緒有關，就係容易暴躁、過度思考、神經緊張，甚至好容易發脾氣。呢啲其實都係大腦神經缺乏維他命 B1 嘅強烈信號。如果你發現自己夜晚攤喺張床度，個腦不斷轉，諗住要解決全世界嘅問題而搞到失眠，不妨試下食少少營養酵母，補充維他命 B1，可以即時令你個大腦冷靜落嚟，舒緩神經緊張，個人變得隨和，人緣都會變好，自然可以好快入睡。第15個要留意嘅係哮喘。哮喘本質上就係肺部出現慢性發炎，好多患有哮喘嘅人都嚴重缺乏維他命 D。維他命 D 具有極強嘅抗發炎作用，可以有效減輕肺部氣管嘅炎症反應，幫助患者呼吸得暢順啲。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好多有哮喘嘅小朋友夏天去戶外玩多咗，曬多咗太陽之後，哮喘症狀就會奇蹟地消失，因為佢哋身體製造咗足夠嘅維他命 D。第16個症狀係眼眉尾部嘅毛髮脫落。如果你發現自己條眉越嚟越短，眉尾冇晒毛，呢個好大機會係甲狀腺功能減退或者缺乏碘質嘅徵兆。甲狀腺荷爾蒙嘅合成非常依賴碘質，身體需要碘去製造活躍嘅甲狀腺素。如果缺乏碘，甲狀腺素水平下降，就會導致毛囊萎縮。其中一個最明顯嘅特徵就係甩眉毛。想改善呢個問題，最天然嘅方法就係進食海帶或者昆布麗，補充碘質。第17個常見但經常被誤診嘅症狀係右邊斜方肌，即係右邊肩頸位置感到緊繃同酸痛。好多人以為係坐姿唔好或者做運動拉傷，但如果長期得右邊膊頭痛，你就要懷疑係膽囊出事。當你缺乏膽鹽，膽汁變濃稠，塞住喺右邊肋骨下面嘅膽囊度，就會刺激到附近嘅膈神經。呢條神經會將痛楚信號一直向上傳導去到你嘅右邊肩頸。只要你服用純化膽鹽，令膽汁重新流動，右邊膊頭嘅緊繃感就會神奇地消失。第18個症狀係經常發噩夢。大腦入面有一個叫杏仁核嘅結構，專門負責調節恐懼情緒，作用同負責應對壓力嘅腎上腺非常相似。杏仁核上面有好多接收維他命 B1 嘅受體。如果你缺乏維他命 B1，大腦就冇辦法抑制恐懼感，導致夜晚頻頻發噩夢。小朋友如果成日發噩夢，好多時都係因為食咗太多糖同精製碳水化合物，消耗晒體內嘅維他命 B1，俾少少營養酵母佢哋食，可以好快平復情緒，減少發噩夢。第19個症狀係夜晚瘋狂想食鹹味嘅薯片。如果身體缺乏鈉，自然會發出渴望食鹽嘅信號。特別係如果你日頭做咗好多運動，流咗好多汗，對鈉嘅需求就會大增。如果你夜晚經常心思思打開包薯片嚟食，建議你日頭嘅時候主動喺食物或者飲水度加入優質嘅海鹽，記住係海鹽，而唔係經過化學處理嘅氯化鈉。當你日頭補充夠優質嘅鹽分，同時確保鉀質充足，夜晚嗰種對垃圾食物嘅病態渴求就會自然消失。第20個問題係下背僵硬或者腰痛，尤其係喺冬天特別容易發作。呢個通常係體內發炎嘅表現，亦都代表你極度缺乏維他命 D。維他命 D 係人體最強大嘅天然消炎藥。對於腰痛患者，建議每日攝取大約1萬國際單位嘅維他命 D， 最好揀同時含有維他命 K2同中鏈三酸甘油酯嘅配方，確保鈣質去到啱嘅地方，而且吸收得更好。臨瞓前或者跟餐食，
消炎止痛嘅效果會特別顯著，仲可以幫助入眠。第21個聽落有啲恐怖，就係想食泥土。而食癖其實唔罕見，好多缺鐵性貧血嘅小朋友，或者嚟緊月經嘅女性，甚至係貓狗，都會突然對泥土產生興趣。身體發出呢個瘋狂嘅信號，其實只係為咗尋找鐵質。對付異食癖最有效嘅方法，當然係進食紅肉或者洋蔥炒豬肝、牛肝，為身體補充最容易吸收嘅生物活性鐵，而唔係去食冇營養嘅泥土。第22個症狀係男性最怕嘅勃起功能障礙，即係不舉。呢個問題嘅根本原因好多時係睾丸酮水平過低，而睾丸酮過低就係因為嚴重缺鋅。鋅對男性生殖系統健康至關重要，係提升睾丸酮分泌嘅最佳微量元素。補足鋅就可以好大程度上改善呢個令人尷尬嘅問題。最後第23個症狀係抑鬱、情緒低落或者患上抑鬱症嘅人，絕大部分都同時缺乏維他命 D。維他命 D 可以大幅度提升大腦入面血清素嘅濃度。血清素係一種令人感覺快樂同平靜嘅神經傳導物質，所以補充維他命 D 就好似食緊天然冇副作用嘅抗抑鬱藥一樣。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情緒好低落，建議佢試下補充維他命 D 或者曬多啲太陽，你會驚訝佢嘅心情可以轉變得幾快。另外一提，間歇性斷食對於提升情緒同抗抑鬱亦都有非常強大嘅效果。多謝大家，今集就去到呢度，多謝大家支持 Medical Inspire 醫思維頻道，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